溫暖氛圍，作者青蘋果，愛萬文靈修分享。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，叫聽見人的人得益處。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，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，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，一切苦毒、惱恨、憤怒、鬧嚷、毀謗，連同一切嘅惡毒，都當從你哋嘅中間除掉，並以恩慈相待，存憐憫嘅心，彼此饒恕，正如神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。呢啲係聖經嘅教導，亦都係神嘅話語嘅啟示。如果你哋有機會讓到別人快樂嘅話，咁你就去做啦。有時啲人係會默默咁樣掙扎，或者你嘅善舉能夠讓佢哋開心一整日，係啦。如果我哋應該效法主耶穌基督，佢總係善待嗰啲喺呢個世俗嘅世界中掙扎嘅弱勢社群。佢嘅仁慈同埋無條件嘅愛，讓呢個世界變得更美好。佢嘅犧牲為咗我哋提供咗與神和好嘅道路，因此我哋可以滿懷希望咁樣微笑，展望更加光明嘅未來。研讀一下聖經啊，培養主耶穌基督所建立嘅溫暖氛圍啦。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，感謝讚美你，因為你嘅愛喺我哋中間運行，令我哋喺教會裏邊，喺弟兄姊妹中間有愛嘅滋潤，有溫暖嘅氣氛，使到我哋願意走埋一齊，互相激勵，願意將主耶穌基督嘅愛傳遞出去，使呢個世界變得更美好。因為有主耶穌基督犧牲嘅愛、溫馨嘅教導，去用愛去聯繫呢個世上失喪嘅靈魂。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感動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覺得我想同朋友分享咧，你可以撳 share 啦。如果你覺得想知多啲愛萬文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，就可以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